日港剧团正出名的国民戏剧《人间条件》系列，经过16年，要搁再重新演出《人间条件4》。故事是讲一对姊妹仔呢，这小妹因为较高读册，得到较济家庭资源，只做人故意常常付出，最后连爱情也去互小妹抢走。对于吴念真是认为讲，这出戏是《人间》系列当中上界叮当的一部作品，希望透过这舞台剧和观众做伙来思考家庭生活和人际当中爱怨妒。也有和解基地。一对姊妹阿姊干那高中毕业，在清洁公司上班。小妹大学毕业出国留学以后，伫咧外商公司食头路。日港剧团的舞台剧《人间条件4》经过16档，当要搁再重新演出。故事在讲小妹因为熬读册，得到较侪家庭资源，阿姊做人故意，点点付出，最后虽然爱情嘛，互小妹夺走。导演表示，这个故事是《人间条件》系列内底上残酷的故事。从社会或者家庭和国家拿到最多资源的人，到最后是不是回馈最多的人？你会发现身边看到的例子都不是，都不是。我们发现他拿最多的人，到最后反而是说不定是最瞧不起他身边的人。导演表示，演过有办过投票，问观众上爱倒一出，结果《人间条件》是遮尔叮当的戏，竟然排第2名，导演感觉意外。不过，伊认为这款通俗的剧情，有当时嘛上瓦到民众的生活，所以今年特别选这出来定演。演员拢表示，经过16年，因为人生经验的累积，嘛，互因愈了解角色的想法甲感受。16年前演的时候，我一直问导演，我就说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角色？因为我很痛苦，而且每次一进来我就觉得我有很多负能量，觉得很生气。我想经过16年，可能更理解美珍她在面对的事情。人间条件是自4月25开始在各地巡回演出，要甲16年前的原主演黄韵玲、林美秀，也有陈希成做伙透过舞台剧和观众来思考家庭和人际关系内底复杂的感情议题。记者卢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